到李国清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是毕业于圣光，然后再到香港信义中神学院修读道学硕士，比较专攻在基督教教育。他担任过莫斯科，就是俄罗斯的莫斯科跟纽西兰的宣教士。现在回到我们当中，我们欢迎他来跟我们分享主是好牧人。荣耀归给天上的阿爸父神，童牧师跟在座的长子们、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个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荣光堂这边来传讲主的话语。我从报纸上看到贵教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为了这个建堂土地的事情，也有一番征战。但感谢主，神给你们有信心，也给你们恩典。今天能够坐在这佳美之地，看这个教堂的设备还有很有敬拜看见我们刚刚敬拜赞美团的诗歌，唱的诗歌都是我平常喜欢唱的诗歌，就很能够去振奋那种的信心我们诗班在献那个诗歌何等天父何等慈爱的时候，我在听的时候就跟你们一起赞美，我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一个小婴孩。躺在阿爸天父的怀中那种享受，感谢神，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牺牲性命在十字架上建立了教会，这真的是一个蛮有荣光的教会，也祝福我们教会在高雄，在这个世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阿们。我们说主是好牧人，那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好牧人。好牧人怎么会养舍命呢？我们住在纽澳的人都知道，那个羊呢多的比人口还要多。有非正式的统计是1:26，一个人有26只羊。那是羊，我们看到羊，我们想到是要吃羊肉，要扒它的羊皮，然后呢，所有的里里外外通通是宝。那怎么会是好是应该是牧人吃羊肉，怎么会是好牧人为羊舍命呢？11节怎么说？弟兄姊妹，11节我们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可见这个羊不是指我们所看到的那个物质的羊，而是什么羊是什么羊？就是神所拣选的儿女们，就是世人所以他为世人舍命，为世人舍命。他提出一个对比，好牧人的对比是什么？是雇工心态对不起，你的圣经要弄清楚雇工不是不好而是雇工心态不好。什么不好？羊有危险的时候，甚至冲击到这雇工生命危险的时候，雇工先跑还是羊先跑？一起跑，雇工也跑，然后羊也跟着跑，羊就四散跑。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在中东巴勒斯汀的这个羊圈的概念，他们是在旷野的时候，有一群牧羊人，不同家族张家、李家的牧羊人，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赶到一个大的羊圈，那个羊圈的设计是一个像英文字母的 C 字形一样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缺口，缺口当中有一个大门。所以这个大门一打开的时候呢，牧羊人说：“咩，我羊在哪？”羊听了这是主的声音，然后张家的羊就跟谁？张先生跑李家的羊跟谁跑跟李家跑。好，所以他用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雇工跑是雇工心态的人跑雇工心态的人跑。所以因为在夜间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是牧场主人自己牧羊。培养那个跟羊之间的互动感情，然后夜间的时候，他们是花钱请人来看羊群，所以夜间的时候会有人要来偷羊。那偷羊之前，请问要先把谁杀死？要先攻击谁？先攻击雇工，对不对？雇工把他解决了，那里面的羊圈的羊就是谁？就属于他的。所以野兽也是一样，要先把这个雇工咬死。以至于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好牧人跟雇工心态所不同。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心态人是
羊有危自己先跑羊有危难自己先跑。那我们进到第14节，好，第1到14节的时候，既然这个好牧人，好牧人怎么知道是好牧人呢？因为他认识他的羊，羊也怎么样？认识他。在约翰福音10章里面，总共出现6次。我算一算，这个认识ginosko 认识，这个原文的认识呢，不是说我今天我跟陈牧师见面我就认识他，不，他这个认识指一种的长久的岁月而互动之下而产生的一个深远的关系。那从圣经的属灵角度，就是说，我们人跟这位造物主之间的有什么？有那种生命的相连相通。我们的人是什么形象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可是猫跟狗、羊呢？羊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羊认识我们的牧人，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也得到有供应。我在这请问一下，你真正的认识我们的好牧人吗？牧师，你不要开玩笑，我从小上主日学，现在已经几十岁，在教会听了牧师讲道，讲了几百篇，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好，那我考考你哈，耶稣是我的救主，对不对？答对了，请举手。答对，要有自信心哦。好，谢谢。好，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请举手。谢谢。好。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得到永恒的生命，请举手。好，那我告诉你，刚刚举手的你面临一个考验。如果你们遇到耶和华见证人异端的时候，你们的刚刚举手都会面临一个考验。没有举手呢，连考验都不及格表示你没有自信心我在惠灵顿牧会的时候呢，一个教会的弟兄叫 Simon， 带着他的好朋友来找我，然后我就说好，我接待你。他来了之后呢，那个他的朋友就说：牧师，你们教会鼓励人离婚吗？我说没有啊，我们教会是劝和不劝离呀，怎么会是教会要人离婚呢？可是我太太为什么半年前去教会之后回来就吵着要跟我离婚？我听第2句话我就说：你那个叫做耶和华见证人，那是异端按照现在来讲说，那个信仰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跟我们教导不一样，跟我们所读的圣经也不一样。他说有什么不一样？我说你先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半年前我太太在朋友邀请之下就到耶和华见证会去聚会回来3个月之后，她告诉我说：老公，你要跟我去耶和华见证会，然后我才可以得救。那这个他先生他说我没兴趣，我上教堂我没兴趣。就在过了半年的有一天，他接他下班回到家中的时候呢，太太不晓得为什么就跟他歇斯底里的吼叫，然后呢跟他吵，然后他就也跟着太太吵到最后有人就要敲门了，过不了多久敲门，纽西兰警察，有人打电话说你们这里有家暴，我没有打电话他说有人打他进来，太太立刻说对，他刚刚要攻击我。哇！警察听到这种事情，立刻把他太太跟先生分开，把先生带走，之后带到警察局，给他一个 tree pass， 就是叫做警告你的有一种错误了警告。1个月好像1个月还3个月之内不可以靠近他太太100公尺，1个月好3个月之内不可以靠近这个屋子100公尺，否则你太太在告诉我的时候说你违规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要把你告上法院去了。好了，结果1个月之内他就按照当地法律规定，也不晓得他太太怎么样。过了1个月之后，他的房子卖掉，他的太太不见了，他跟他太太银行的共同户口通通被取走了。他就去找了那个卖房子的中介，说我太太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在1个月办完这些事情呢？他说我印象中每一次你太太来跟我签约或是谈事情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亚洲裔的男子。他就想到了，那个亚洲裔男子是谁啊？耶和华见证会的人。然后呢，他最后的消息是他太太
就搬离开纽西兰，到了澳洲去了。最后的消息是这样。你们知道耶和华见证会也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上帝的独生子，他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怎么会这样的信仰怎么会跟我们不一样呢？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怎么会跟我们不一样呢？他钻一个漏洞。他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没错。但是 ，but 后面有个但是，你还要加入我们耶和华见证会，把人带进来，你才可以得救。哎，那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在哪里啊？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来讲一遍，耶稣基督是世人唯一的救主，别无他法。好，刚刚我们读经课的那个姐妹说，除了耶稣以外，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救法，没有别的救法，因为在天下人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之下别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说，我们认识主吗？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的认识没有到完全认识的阶段。他是唯一的救主，不管你有钱，不管你没有钱，或是有文化没文化，或是你的经济条件目前遇到的挑战，他都爱你，他都愿意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羊认识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好牧人的关键就是他愿意为羊舍命，为着爱他的人牺牲性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有那么绝对性吗？有没有什么相对性的呢？你们知道，去年刚好是马丁路德改革天主教会的避席500周年的纪念日，我不用改教，我用改革，比较符合马丁路德的心声。马丁路德讲道，他重新悔改得到生命的时候，他讲道的底下座无虚许，而且他讲道的时候，总是信弟兄姊妹们专心的去聆听他讲道的信息跟内容。有人问说，马丁路德，你讲道，你有能力，有供应，你的讲道有生命，你的讲道总是能够刺中人心，你的关键是什么？他说，在我每一篇的信息的里面的中心，都是用十字架，都是用耶稣基督作为我那一篇讲道的信息的中心或是焦点。所以我们在新西兰、纽西兰的洋人教会里面，我有时候去他们洋人教会讲道的时候，看见他们讲台上面这边写了一段话，而且是烙印在上面的 ：“Sir, they want to see Jesus。”提醒讲道人，你讲道不是你个人的舞台，而是要把耶稣基督介绍，让会众知道，这是讲道者一个重要的使命。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嘛。我也是牧师，也是什么？也是这位大牧者的什么羊，对不对？我从他们得到供应，去供应弟兄姐妹，使他们也跟着耶稣基督走。所以我们感谢神。我说我们真认识，我们需要有更完全的认识，知道他是唯一的救主。第16节，这里主耶稣突然间提到一个，好像感觉是题外话。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出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体，归一个牧人了。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这卷里面的，这个卷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指犹太教，或是旧约的传统。那雇工心态是指谁？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只知道剪羊毛，而不懂得去爱护羊。
所以耶稣是在暗讽这一批人。那这个羊圈以外还有羊，什么意思？这个羊圈也可以代表是以色列人。你们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呢？我们中国人、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都是这羊圈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在外邦人当中，主也有拣选一些羊起来跟随他，而且这外邦人羊当中也有人羊是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海外牧会常常遇到大陆人，他一听到你是台湾人，他就要挑战你，会问你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牧师啊，你是蓝的还是绿的？蓝什么意思啊？就是国民党吗？绿呢？民进党吗？那我们被问久就问出经验来了。我的答案让大陆的弟兄姊妹吓到脸都发白。这个答案我这个方法我也教你们，要不要学？他说我是红的。红的代表共产党啊？不是，耶稣的宝血是红的，所以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以后他不敢再调皮的再问我问题了。另外第二个问题会挑战什么问题呢？牧师，你赞成台湾独立还是海峡两岸统一？你怎么回答？讲这样也不是，讲那样也不是。我说统一。哇，我如果到台湾长老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这个问题，他们一定会眼睛瞪得大了瞪着我。我说统一在哪里？你看一下圣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是统一在哪里啊？耶稣基督的国度里了。俄罗斯人、美国人都有主的羊，对不对？非洲伊索比亚也有主的羊，对不对？最后统一了，统一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国度里。我就这样回答他们，把他们从政治的观点提升到什么神的国度的观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圈外的这一群羊，我们也要同样认识他是好牧人。他为羊舍命，我们要听他的声音，我们要认识他，而且要竭力追求去认识他，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因为有这样的一位大牧者，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今天，我们在知识上知道他是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为羊舍命。今天我们在知识上知道我们属于羊圈外的外邦人，我们也被他选召，也被他看护。那这位大牧者，我们跟随他，有4个功能，有4个效益，有4个帮助。简单，4个功能，或是帮助，或是或是别他的用词，这4个功能，第一个是，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有他的引导。诗篇23篇怎么说？耶和华是我们牧者，对不对？引导。第二个呢，会有他的保护的功能。第3个有什么？供应，供应，丰丰富富、充充足的赏赐给我们。第4个功能是什么？管教。我们是他的羊，牧人有什么？牧杖。牧杖除了引导、保护羊之外，还有什么？管教羊公用的。有一天，如果我们经历到的时候，
他为羊舍命，我们愿不愿意为我们的羊舍命？我们感谢神，今天是善牧主日，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当牧者的，我们有没有善尽大牧者所交代的任务，去引导、供应、保护、管教的功能呢？刚刚陈牧师有提到说，我在01年到06年到莫斯科，因为我加入美国台福的宣教成为他们的宣教士，就派到莫斯科。然后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告诉我，牧师啊，这里啊坑蒙拐骗的，这边的马匪很多，这边警察会抓人，没有理由的会把你关起来，你要留意啊，留意。留意。那我就在一个晚上一个地点培训完了，9点多然后就坐地铁要回到我住处的地方，要2个小时，所以我回到家是11点钟左右才吃晚餐，要2个小时，一趟2个小时。然后走到地铁站的时候，就被一个警察把我拦下来，俄罗斯警察，然后 passport， 我就拿给他看，他就把我的护照放到口袋里面，口袋里面，然后就进到警局里面，然后我就跟着他，他就拍桌子，你看，3000，不知道300美金还是3000卢布，如果3000卢布刚好100美金，那我说你要懂，没有钱给你。他就不理我了，就把我关在警察局里面，一个人去外面。我说主啊，我现在很累，我现在该怎么办？就祷告啦，主是我们急难中的什么帮助，他是我们的高台，那不是保护了吗？然后就在那边看到《使徒行传》，保罗跟希拉被关在监狱里面做什么？唱诗歌，对，唱诗歌，还有祷告赞美神。那时候说神，我在俄罗斯警察局开祷告会，这是你给我的机会喽。在警察局那边开祷告会，就祷告1个多小时，那个警察进来就比这样，那我就说你要懂，没有，俄文没有钱给他又出去了。我在那边足祷告了，到了3个多小时左右，他进来了，坐在那边哈哈，我这边祷告唱诗赞美，哈哈，我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了，已经快12点凌晨快凌晨了，我就说主啊。你是个灵我看不到，你有没有在警察局啊？主啊，你有没有在警察局？如果你有在警察局的话，请你让这个俄罗斯的警察全身发热。奉耶稣基督祷告，阿门。主是好牧人。祷告到5分钟之后这个警察就把他的帽子放在办公桌上，然后把他的领带打开，然后1个纽扣2个纽扣，很热。那个是晚上很冷的时候然后呢，最后他就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呢，像瘫痪一样躺在那边，然后手就放在手把那个地方扩着，然后2只脚伸直，好像被人家打得很惨一样。然后主就跟我说：“你自己去抽屉打开拿护照。”我说：“主，我不敢嘞，万一我过去的时候他冲过来打我，说我要偷窃，那我不是真的变得。”关在警察局，我不敢，就继续祷告赞美主，祷告。你再去，你赶快去抽屉拿你的护照吧。这次信心饱满了，我就拐个弯，然后呢，要进到他的后面拿抽屉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的警察就动也不动，被他按住，也站不起来，讲话也讲不清楚，然后我就把那个护照来看一下，我的资料证件都在，放他走。然后呢，他那个眼睛就看着我。那我走出警察局的大门了，突然间说神要我回去祝福他，我就走回去说，我就用俄文跟他说 "Bog sa boy"， 就是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然后按他的头，哎呦发烫嘞，哈利路亚。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主要的原因在哪里？不是他很会讲道。或是他很会行神迹奇事，而是什么？为羊舍命。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什么？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感谢主，他是以负荷为一，他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走上十字架，是他自己甘心的而已。他有权把生命舍掉，他甘心把生命舍掉。
也有权柄把生命收回来。难怪有一个诗歌的作者写了这样一个诗歌，是不是成为你我的感恩跟祷告呢？为什么不说一句话，背负着沉重十架，一步步走向哥哥他，甘心为我们悲伤。哦，耶稣，亲爱的耶稣，哦，耶稣，受苦的耶稣，为什么不说一句话，甘心为我们悲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受，他为我们的罪背负，钉死在十字架上。牧师现在邀请您每一位呢，我们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来，请。主，愿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如同一麦子一样，让我们会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荣耀阿爸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